在台北市大东区有一个建案，对去年初开始施工，附近居民就一直反映讲，因兜呢受到这建案影响，开始闭顺，甚至是歪斜情形来出现。顶个月2倍，有居民发现到工地内面的连线壁有破裂情形，烦恼讲受到这建案牵连的事故会搁再发生。啊尾啊，吼，伊来做，我咧讲，风吹，那厝那会安尼哈。壁顶每一条笔顺拢用红笔画起来，目睭就若像结蜘蛛丝。顶下骹的壁还有比手机啊较大芳的笔顺。居民讲，这间大东区的厝已经住20-30年，到去年初附近开始做建案，才出现这款情形，而且伊的厝边也有状况。排水沟变成这个样子啊！居民周善时讲，工程开始了后，楼骹的条啊，敢若凸起来到因兜，甲因厝内的排水孔塌掉的。你敢若这个排水孔，这个哈利你要安怎拿创？你咧讲就讲，哎，莫这排水孔哈利凸出来，这塌开水会流啊就好啊。附近居民阁发现建案工地内的连续壁敢若有破气的状况，就惊大地人家厝落落的事故搁再出现。有立委赶紧参内政部、台北市政府共同会勘。28号，我们发现他们工地的人在这边巡逻，一直在看地面，然后看完以后，他们也一直都没有处理，一直到我们7、8天了，我们通报建管处以后，他们才赶快去灌水泥。现在现况看起来就是有渗水，但是看起来流出来的水是清水，看起来是没有把基地外的土沙有带进来的状况。立委讲，会勘无发现居民翕到的笔顺，目前已经补起来啊，但是也是有漏水的状况。会参内政部、台北市政府专家学者、甲大地技术工会，也即是土木技术工会共同研究，看安怎改善。记者郭明条随台北报道。